喂。喂，好。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阁是主所定着的日子，咱伫即日的中间，要欢喜快乐，要用诗用歌来娱乐，来敬拜咱的主，咱的上帝。来，咱即时要来吟一首的圣诗，新圣诗135首。新圣诗135首，旧圣诗400首。救主愿你做我牧者，救主愿你做我牧者，愿龙我靠你扶持，带到草坡互我啉食，陪伴羊条来保庇。救主耶稣，救主耶稣，你属回阮归属你。救主耶稣，救主耶稣，你属回阮来归属你。兄弟姊妹，咱来学乐这个对咱生命大牧者的救主耶稣。来，第一节呗，来。救主愿你做我牧者，愿龙我靠你扶持。带到草坡互我啉食，陪伴羊条来保庇。救主耶稣，救主耶稣，你属回阮归属你。救主耶稣，救主耶稣，你属回阮归属你。来，第一个一届，来。救主愿你做我牧者，愿龙我靠你扶持。带到草坡互我啉食，陪伴羊条来保庇。救主耶稣，救主耶稣，你属回阮归属你。救主耶稣，救主耶稣，你属回阮归属你。来，第二站，来。愿大小你安稳自在，你要伸手来保护。求愿托你对着喊海，因带是要归家路。救主耶稣，救主耶稣，你属回阮归属你。救主耶稣，救主耶稣，你属回阮归属你。来，第三站，来。愿要细汉爱情滚你，爱要听他的命令。心爱陪伴行接纳你，你无有这罪心。救主耶稣，救主耶稣，你就会永高永远。救主耶稣，救主耶稣，愿你听阮到永远。兄弟姊妹，圣经内底真爱用这个羊来形容咱。咱这个人其实就哪亲像一只羊同款。迄个羊是足柔软，足软正足软弱，无有啥物办法会当保护家己。因为迄羊啊，也无足大个喙甲蛇牙。嘛无法度走足紧的，
所以羊啊需要有牧者。咱的每一个人的生命中，咱拢需要咱的救主耶稣成做咱的牧者。因为外在的环境，你看到非常的恶劣，有时拢毋是咱会当来会当掌控着，总是咱的牧者。咱的牧者伊知咱头前所着行的道路，咱的牧者伊必定要来引带带领。兄弟姊妹，圣经甲咱讲，我的一生在伫主的手中，咱的一生主拢咧引带看顾甲保守。对咱少年的时，甚至咱伫无他的时，咱的主就拣选咱的主就疼惜咱。所以兄弟姊妹，毋免惊。圣经内底有360句甲咱讲，毋免惊，因为伊知咱实在是真软弱，咱需要有主成做咱的牧者，来引带咱，来带领咱。兄弟姊妹，伫主的内底，咱真安全。求主帮助咱。来，咱第一节，搁来唱一届。第一节，搁一届。救主愿你做我的牧者，预备来。救主愿你做我牧者，来搁较肯定来讲，主啊，你来做我的牧者。传高超保护我的家，必把有家来保庇。救主耶稣，救主耶稣，你学会挽回小弟。救主耶稣，救主耶稣。你学会挽回小弟，咱的主已经学会咱啦，所以咱的一生，无论是死是活，拢是属伫主的人，所以咱无得惊，嘛毋免惊，主要甲咱上甲伫地，陪伴咱行过咱人生坎坎坷坷啊，平顺还是黑暗，拢有主甲咱上甲做伴。所以兄弟姊妹，甲你的隔壁讲，毋免惊，主要成做咱的大牧者。来，毋免惊。感谢主，咱搁来吟一首的圣诗，新圣诗581首，新圣诗581首，旧圣诗250首。救主耶稣万福本源，兄弟姊妹，咱的救主耶稣，毋那是咱生命的大牧者，伊阁是万福的本源，欢喜将一切恩典福气赏赐予咱，所以咱是上帝所要祝福的人，咱的心就爱按这个万福本源，常常感谢，常常吟诗而乐。来，第一节呗，来。救主耶稣万福本源，困救难劳听称赞。主是王妃，陪伴天际，大声音起来赞美。有情爱乐，龙母之天，和爱相应滔天地。上帝听他阮的天地，应该感谢拢无煞。来，小等下吼，咱第二节者，主事恩惠未捌停止，大声吟诗来赞美，吼，大声吟诗来赞美。兄弟姊妹，台湾话足水的，吼，有阿乐，有赞美，啊，有称赞。好，所以咱就照着安尼来写。来，第一节搁一届，救主耶稣万福本源。来呗，来。救主耶稣万福本源，困救安乐听称赞。主是恩惠，陪伴天际，
大声音声来赞美。热心无路拢无时停，可爱声音透天地。上帝听通阮对家大，应该感谢拢无煞。来第二站，来。时时刻刻纪念主恩，最主路也那稳困。受主保守，地高现今，愿我越听主声音。我那叫高飞向路途，耶稣引作行正路。主老宝贝救我心灵，救小带我到天庭。来第三站，来。我受恩爱，皆大皆亲，明日的水变我心。对他以后，在我心情，一心听主受改变。你开心的我安高开，你的革命的家在。困求我主，引我这命，加主应天的形象。兄弟姊妹，当咱行踏伫人生的道路的时，常常会感觉，咱的人生充满侪侪艰难，有时一关过一关，有时定定互咱感觉心头忧闷不足，有时拄着艰苦心、病痛来折磨，实在是咱会感觉讲真侪辛苦。总是兄弟姊妹，圣经一再甲咱讲，毋免惊，因为咱的主是万福本源，咱的主伊是疼的主，伊袂赏赐互咱有够业的稳定。所以兄弟姊妹，咱无虾米款的能力，咱所会当倚靠的，毋是家己的聪明，毋是家己的智慧，毋是家己外交，咱所着倚靠的，就是靠着迄个加互咱快乐的，咱的主要互咱有够业的稳定，每一天拢有新鲜的主爱、怜悯、稳定，甲咱三甲伫地。所以兄弟姊妹，人生虽然有侪侪苦难，有时拄着侪侪困境，总是咱着安安抓条主的疼，勇敢向前来跑走咱的道路，主绝对要保守看顾你。这时，请咱三甲来祈祷。慈悲怜悯疼痛阮巴比上帝，主啊，当阮来到伫你的面前，阮呼求你，因为阮知，阮是主你所疼的。主啊，阮是蒙恩的儿女，阮毋是卑贱的奴仆。主你欢喜施恩祝福伫阮，主你有大权能、大能力，你够欢喜施落稳定伫阮正人的心中。主啊，但今仔日，你所有蒙恩的儿女，拢来到伫你的施恩宝座前。主啊，阮要恳求你伫遮来帮助阮。当阮软正软弱的时阵，主你将你的话真侪阮的困难，真侪有赐阮灵魂的食物，互阮的灵刚强壮大，会当来到伫主的面前，会当伫遮来面对阮头前所着行的道路，所着背的十字架。主啊，阮的人生虽然无简单，总是阮知影，好佳哉，阮有主你通倚靠。主你要真做阮的生命的大牧者，主做阮人生福气的源头。所以主，阮要倚靠你。当阮软弱的时阵，阮呼叫你的名。当阮行袂振动的时阵，主啊，你伸你的手来扶持阮。当阮行伫马路的时，四周围看起来是这么黑暗，
遮尔恐怖，总是主，你的话要正做阮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来为阮照出一条路，互阮看见，阮是有活泼的毋茫的。主啊，阮满心感谢，你已经救赎阮，所以无论即个环境怎样，主，阮的目睭无看周围的环境，阮只有单单仰望你。主，你就是阮的倚靠，就是阮的帮站，是阮伫患难中及时的保护甲帮站。主啊，阮满心感谢你，但阮来到伫主你的面前，求主用你的话来养持阮，求主用你的话来激励阮，互阮跟对你的脚步来跑走阮人生的道路。满心感谢，祈祷感恩，拢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无缺愧。咱三个来用信息学乐上帝，是信息135首，古信息400首，就求主愿你做我的牧者，会众请起立。主耶稣。
主耶稣，我的王高王，救主耶稣，救主耶稣，王高。信用告白，咱三个因台湾基督教教会信仰教派。我是上帝创造。车载，咱三个来去因伫信息后壁去因第6篇，就是诗篇16篇。上帝啊，求你保护我，我捌地上主讲，你是我的主。地上的信徒实在真尊贵。提醒天世底的心的人，地假生痛苦，我无参与伊的善。上主，你是我的产业，我的宝贝。你将自水的土地奉予我。我要称赞感谢我的上主。我毋是感谢上主的同在，所以我的心欢喜，我的心快乐。因为你予我
放在伊的云间。天父，你要指示我的人生的道路，在你的面前，我有满满的欢喜。那撒个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感谢你的慈爱，让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你眷顾我们，尤其是在这期间当中，疫情的严重，但是求主耶稣来黎明我们，因为你是荣耀的全能的上帝。今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要听你的话语，从你的话语当中浇灌我们的心灵。我们也把今天的主日礼拜交托在你的手里。这样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们。请圣歌队学乐。
蒙受上帝话。今仔日的圣经，伫撒迦利亚书第10章第1节、第12节。那撒迦来伊，当春天的何时，念着耶和华的话。今仔日的讲题的题目是正式祈求的时候，那我们请杨传道来正道。兄弟姊妹平安。讲题是打是祈求的时阵，这个正式就是即马很主席，就是祈求的时阵，吼。咱拄仔有来读即个经文，我更加起来就是要来讲问大家一个代志。咱即马先咱讲读到倒位啊？哈？撒迦利亚吼，啥哪逐摆拢爱来问即个问题呢？因为咱即马讲台就是侪时阵要来甲咱的
灵修，就是平安讲的进度共款。啊，咱你知影我即摆讲第几章？第10章。啊，咱今仔日读到第几章？你知影？我昨甲青少课，阮伫咧读第8章。所以今仔日应该是第9章吧。啊，你进前你有读啊无？有人点头，真好，感谢主。无你无读，你毋知常常会毋知我即摆要讲啥，甲头前有啥物关系？我爱为头佫讲一解。无啦，无安尼为头讲一解安尼，今仔日爱讲到下晡，讲到暗暝，才会使转去。咱即摆介绍的这个撒迦利亚呢，伊是小先知内面上介长的一卷册，伊总共有14章。这14章呢，咱来看一下，安尼，总共有14章。啊，伊14章是咧讲啥物？咱用这个图小看一下伊就是有内容有8个异象，啊有4篇的讲道，佮有2个启示。这启示就亲像预言安尼头前呢，第1章甲第8章呢，是甲这以色列的迄当阵的情况状况有关系，所以伊伫咧鼓励甲安慰着倒转来遮的百姓，因都向掳到外邦去。啊，即摆倒来耶路撒冷，倒来耶路撒冷要创啥物？要开始来建造啊，要来做建设，要来恢复本来甲上帝的即个敬拜所以头前拢是甲即个以色列有关，啊后壁呢，后壁就是第几章开始，第9章甲第14章，这是伫咧讲末世，讲未来启示即个异象。即个异象呢，就是未来的即个望。即个异象内面呢，有看到一个更新的耶路撒冷，因为本来耶路撒冷安怎已经安怎，因为4位的列国攻击，已经安怎讲，已经破碎啊，可能是很荒凉啊。即摆有一个更新的耶路撒冷，这个耶路撒冷是一个信仰的中心，是甲上帝同在的中心，啊有上帝的圣殿伫咧内面，这是咱望的未来的上帝国的模样所以这个撒迦利亚呢，又搁一摆个强调，就是讲上帝，伊是历史的主宰，伊是守约施恩的上帝。历史的发展呢，拢伫伊的掌握中间。历史的方向是怎样呢？就是耶和华要甲伊的百姓同在，伊要做因的上帝。咱今仔日所看的这第10章呢，就是要讲到上帝要复兴以色列，互因搁一摆得到这个稳定，并且呢会使复兴起来，会使活发起来，会使兴旺起来。我有读到一直要加添因的人数。这上帝要搁一届来引带因离开这个捆绑，进前是出埃及，对毋对？即摆要出，嘛是搁一摆的，就是为敌国的这个权势中间，要甲因救赎出来。这也是伫咧启示咱即摆，上帝嘛要用大能的手来帮助咱即摆倚靠伊的所有的人。好，咱即摆先压头来祈祷。咱较好开始来为下面来讲咱来祈祷，天父上帝，阮知影我靠你尊叹你的是真正有福气的，毋望但运用敬虔顺服的心，勇敢你来求你完全的引带祝福临到阮，临到这个世代，互阮有开阮的心，开阮的耳孔，互阮会当来听你，会当来得到这个启示。安尼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咱讲上帝应允祝福，甲这个拯救的计划，拢是真实的，阿门。但是你怎样会临到咱的心上呢？
佮亲像这第1节讲的，春天的雨的时，恁着对耶和华求雨。这就是一个来磕目、来憔悴，要来上帝来祈求的心，毋是去找第2节所讲的即个厝内的偶像，也是占卜的，也是讲迄无影无食的。只有我靠上帝精神超找上帝，才会得到这个福气。伫个即个得到怎样的福气呢？后壁第1节后壁就讲到，伊要甲因落济济阵的雨，互逐人有田园的菜色。好，所以既然你也找毋着对象的，你遮个拢会安怎？逐项拢空空，无法度得到祝福甲安慰。咱知上帝是信实的，会当倚靠的。你去倚靠偶像，其实伫遮讲起来，就是讲你足戆的啦，吼。好亲像是上帝嘛，照着先知耶利米有讲过，伊讲安怎呢？伊个即边以色列人讲，我的百姓做2项歹代。第1项是啥物呢？就是我上帝讲我做活水的源头，恁离开我，搁为家己开一个池。这个池是安怎的？是破了的，袂通滴水的池。这个是讲啥？百姓无找上帝去刷迄种安怎讲？结果才失去原本的祝福，袂当滴水啊！吼。另外一件歹代，就是讲我捌种做恁是上顶的葡萄树，全然是真的经济。恁对伫我怎样变做别款葡萄树的歹枝啊？上帝本来是爱咱好，要互咱诚水的一个人生，可是咱做的是啥物？咱做的是啥？咱煞歪去，吼，生歪去，生歹去，吼。佮亲像第2节所讲的，因马路亲像羊。搁因为无牧者，致使受困苦，必是家己离开上帝，然后去倒靠毋对的人，所以性命的安全搁受到危害。无水通啉，无物件通食，无所在通住，甚至落伫个歹的为非作歹的人的手中。才咧讲，恁着对耶和华求，耶和华上帝必定因为伊的慈爱甲怜悯，看顾祈求伊的人，看顾遐伊来祈求的人，属于伊的人，所以才一开始就讲，当春天的雨的时，就上帝来求。为什么呢？因为伊是创造万物，是万物的主宰。伊制定啥物时间、节日、佮年岁，足侪拢是。伊伫个掌管，伊伫个治理，所以伊有掌管着雨水无？有。圣经定定咧讲，咱定定讲像秋天的雨有无？啊，佮有啥物？今仔日讲的春天的雨，这2种节气、季节的雨，是因为因甲咱的可能季节划分无啥共款，因着划分这2种，因为因伫个农业上面的需要，伫个这2个，即个秋天的雨，秋天的雨水，就是因伫个，即个叫做啥物？压种的时阵，撒种，伫个插秧的时阵，上需要就是即个秋天的雨。啊，收成的时阵呢，若有春天的雨，因会阁有大大的收成。所以即摆咧讲春天的时，春天的雨就会来到，是毋是？吼，这是上帝定的律。安尼伊个会来啊？为什么咱阁爱祈祷呢？阁爱甲伊求呢？恁伫咧读的时阵有伫咧想过？有想过无？好，咱知雨有大有细，啊，当雨水较少的时阵，阁安怎？阁生袂起来吼。
还佫会打去，修行佫无好。所以遮个最惨的，拢是毋茫讲哇，伫咧修行的时阵呢，修行真好，佫有足大的这个雨水，会使压吼，会使浇灌溉，互伊的这个作物会当安尼生足好，互这个五穀会使生长，然后有一个好的修行。因此呢，伫咧即个春天春雨要来的时，咱人更加佫爱来安怎求雨水。经文佫提醒咱，上帝是定义要降落春天的雨，定义要赐下福气互咱。即个时阵呢，上帝百姓更加佫爱起来祈求，因着这个祈求呢，会佫较得到一个佫较适合的，则佫较符合需要的，吼，因为有祈求就会得到佫较丰富、佫较有效果的，而且是佫较会感受到即个祝福满满临到咱的，所以是安怎不爱求？另外，大自然一个定律内面，就讲到，虽然春天的雨伫咧春天的时阵会来，但是定律中会出现无规律的时阵，有无？就是亲像咱即马嘛气候的变化，比如说，这叫啥物？大气层被破坏啊，吼，然后呢，嘛有人为的破坏，过度的开发，真侪无好的影响来产生。互着气候变化呢，更加的复杂。常常呢，即个风台期呢无风台来，啊梅雨季节呢无落雨，是毋是？吼，真个。所以咱因为即个有产生了变化，定律煞来产生了变化，所以更加需要来祈求，因为祈求即位永远掌权的上帝，伊是做出最后决定的人。伊嘛会使决定按照时阵甲你落雨。春天的雨，另外一个意思就是信心的，叫安那浇灌。浇灌台语名讲灌溉。当雨水淋到的时阵，这个意思就是信心伫咧运行的时阵，是上帝要祝福人进入复兴的时阵。信心的工课是毋是复兴？是毋是有大关联？降落的雨水代表是赐下稳定祝福，嘛代表着信心国活更新的大灵临到来加添伫咱的心上。所以伫咧即个经文中呢，咱今仔日的经文才足细腻的，毋过就是要安尼调整啥物，转去佫读一届，吼，毋是才读的好，转去爱读。即个经文中有足侪上帝祝福应允，伫倒位呢？就是即个我看起来，我考起来，即个字，毋过咱即马是用国语的啦。你转去看台语的圣经本，就是迄个麦迄个字，雨，吼，麦迄个字。像第1节，伊就讲要甲因落济阵的雨。第3节讲我要办理足侪工的山羊。第5节伊就讲我要互因亲像勇士，因要交战，阁有我要坚固犹大家，要带因转来，遮侪要互因亲像毋捌互我放肆迄款。哇！要祝福因，遮尔侪马，即个马就是安怎？上帝互咱的应允甲祝福，毋是单只尔哦。你转去就是看一遍，啊，甲迄个马箍起来，箍起来，圈起来，吼！你就会感觉讲，哇！当春天雨的时，恁对耶和华来求雨，你就会感觉到一件代志。敢若是咱只要配合上帝的时间，配合上帝的意思，照着上帝的时阵来找上帝，来祈求伊，吼，安尼咱安怎得到伊所要互咱的真多福气？其实这是上帝甲人关系中间，上帝上界
伊上该关心的一件代志，就是咱有要来找伊哦，有要想要来甲伊做伙无？有想要来甲伊同工无？甲上帝有同款的时间表，甲上帝同心同行，上帝就必定按照伊的信息应允咱所祈求的。上帝欢喜咱安尼得到，甲伊得到遮尔水的关系，这是上帝一直以来的心意。佮亲像是伫咧诗篇119篇第2节讲的，遵守伊干净的话，专心顺伊的，即号人有福气。所以你也专心来找上帝，渴慕上帝，甲伊上帝来配合，甲伊同心同行，安尼你会发觉到恩典福气，就会加加来加添，会加加落来伫咱的心上。咱来看经文，我带恁来看一个一个的祝福。吼，这个第一节，这个祝福，第一节是讲啥物？第一节讲有雨水的灌溉，这个是性情的充满，生命会得到啥物？滋润，会得到生长，这个福气。啊，第二节到第5节，伊伫咧讲享受着主的看顾甲保守的福气。吼，咱看第4节就好。第4节讲上帝要做厝甲石，而且讲着厝甲石，因为伊讲这拢对伫伊来的，就是对伫上帝来的。所以即个厝甲石，厝甲石是啥物意思？厝甲石就是伫咧起造一间厝的时阵的啥物基础嘛，对毋对？吼，是伫咧基础。所以有主耶稣做咱的厝甲石，咱的性命、咱的教会，就会当照着伊起造起来。稳固起来。第4节讲做钉，这个钉是啥物？坚固的力量，就是敢若大埔边的迄橛子有无？钉仔吼。上帝要做钉，所以伊要互咱有坚固的力量。佮有这个弓是一个武器，会使安怎？代表着，咱照着上帝，会使拍败这个敌人，得到胜利。这顶面这一切的这个关联呢，拢是出对上帝。所以第5节讲，因为耶和华伊甲咱伫地，这个意思是啥物呢？就是上帝伊欢喜将这一切，伊所有的伊的力量、伊的保护、伊的祝福，互百姓来享受，互百姓来得到伊的能力，得到伊的看守，得到伊的保守，得到伊的看顾。除了这以外呢，咱阁会使看到，上帝讲伊要分出口号，就是要分出声音啦。就敢若上课迄钟声，也是迄体育老师分迄哔哔啊，哔哔一声，大家阁知影哦，伫咧叫阮，咱阁来组织起来。伊讲遮个失迷的，遮个超吹，无要超吹上帝，离开上帝，伊拢要安尼甲因阁叫转来。而且佫要一路要来带因转来，亲像第6节伫咧讲的，要到第6节好。第6节讲，伊要坚固甲带领，佫要来应允因的祈祷。第7节又讲，要互因得到救恩的喜乐。第8节讲，要互因的信心愈来愈坚固，得救的人数逐工拢来加添。第9节甚至讲，伫咧远远的所在的人。嘛要伫遐纪念上帝对因的祝福甲保守，要叫人看出来，因是对上帝的，是上帝的选民，要将荣耀来归乎上帝。第10节到第11节，才个讲，伊必定阁一摆要带百姓赢过，阁样的艰难，打败黑暗的款式。要叫遮我靠伊的百姓呢，愈来愈坚固，而且呢，要成做一个智慧的人，做上帝所听的儿女。所以兄弟姊妹，这个第1节到第12节，你转去斟酌听，斟酌搁看一摆，全部拢是啥物？全部拢是对上帝来的福气。所以咱拄仔有伫咧认识一条诗歌，咱等下要唱。上帝是啥物？万福的君王，
假使你毋知影信主，我靠上帝得到什么福气，你会使看今仔日的内容，搁家详细来看一摆。假使你已经知影，可无感觉到，我哪有遮个福气？有吗？你有疑问呢？安尼是安怎呢？就是亲像遮讲的，你爱祈求。像遮讲的，爱知影春天的雨要落雨的时，你更加爱有一个较无雨水的心，更加搁爱急迫的爱来祈求，爱来讨。有即个心，即个心会带领着你真实来经历着。这祝福拢伫遮啊，但是你无卡目伊，你阁无感觉着。你若有卡目伊，你就真实来经历着上帝的祝福。咱的生命才会亲像迄苍黄的菜苕同款生长起来。了解意思吗？春雨要带互咱复兴，要互咱真实的反转来变化，来改变，来复兴起来。咱来看一个旧约的例，就是伊较无，而且专心来祈求上帝，得到祝福，然后生命复兴的即个例。伫个这看你就知影，伫个讲啥物？伫个撒母耳的第6章的所在，讲着大卫要赢约柜转来是代志，吼，了解？看这个图就知影吼，咱看到大卫，伊是毋是足欣赏的？伊知影讲，甲上帝同在有足有福气的，吼，所以伊想要较紧甲迄约柜请，甲伊赢倒转来。但是呢，咱知影以色列即个民族呢，因进入了迦南地了后，发生啥物代志？因甲外邦的民族常常有即个战争，约柜个安怎扛来扛去？你若有去读迄以利，迄个先知以利，你就知影，因迄当阵的感想就是约柜读扛出去，就会得到胜利，吼。因感觉爱安尼做，所以约柜的常常到尾啊，迄约柜个流落伫个外邦，毋知走倒去啊。这大卫王呢，伊伫个国家安定了后，伊就开始探听讲约柜伫倒落，佫要想要去甲约柜赢倒转来，因为这约柜是因以色列民族一个代表着上帝，因是上帝的百姓的一个象征代表吼，所以伊感觉这已经爱甲伊赢倒转来。第一摆上帝是派一台新车去接约柜吼，迄新车就是因为迄当阵的新车是咱的，个毋是咱迄4轮子的轿车，因的车是牛车吼。结果呢，即个牛呢，毋知伫咧路的可能石头也是安怎安尼弄着，伊牛个惊一着，个伫咧顶面的即个约柜个起去。即个乌煞，伊个伸手讲，伊是嘛是好意，伸手讲要甲扑一个，无互伊跋落来吼。但是呢，发生一件代志，就是上帝无介意安尼啊，所以伊个叫击杀，吼击杀。大卫惊一着，伊惊吼，伊嘛惊一个讲，是安怎？伊毋知影怎样做，上帝较会欢喜吼，伊也惊。一个无小心，个家己去互击杀，所以伊就派人讲较紧甲送较远去的，吼，免得我嘛去互击杀，吼，我毋知影安怎做，所以甲送去倒位？送去即个俄别以东因厝里。俄别以东吼，我想袂到吼，即个上帝煞因为约柜的原因呢，赐福即个俄别以东伊的厝甲一切属于伊的人。哇！你知影人的心阁是安尼，听到伊受到祝福安尼，这本来是我的物件，应该是我的祝福才对。所以第2摆，大卫阁想要阁去甲约柜赢倒转来吼。伊阁羡慕甲上帝同在即个福气。咱来看即个经文，第6章伊就讲呢，讲到大卫就欢喜。即个是用光的啊，人光的吼。上帝柜，上帝柜对俄别以东的厝到大卫城，耶和华约柜的人，行6步，
大卫就献一只牛甲一只肥的精生做祭祀。大卫伫耶和华面前尽力跳舞，大卫甲以色列全家佫将耶和华的柜上来，而且呢欢喜佫分扫甲。兄弟姊妹，第一摆大卫虽然犯错，得罪着上帝，伊的心内会惊吓无？真惊吼，无伊哪会叫人送较远去吼？但是伊较捌得到即个祝福啊，所以伊佫一摆来祈求着上帝的同在，佫一摆来找着上帝意爱的方法，是正确的方法，用人工的，毋是用车去载，去甲约柜接转来。大卫就是一个知错能改的人呐，吼，毋对，啊，佫改过来就好啊，勇敢改过来。即个较无的心，悔改的心，互大卫的即个性命改变，活过来，活发起来。咱来看经文，伊安怎讲？伊讲大卫佫下迄幼稚步的以弗得，然后伫耶和华的面前跳舞。耶和华的柜入大卫城的时阵呢，所罗的查某囝比甲对窗仔门看着大卫起来跳舞伫耶和华的面前，就看轻伊。你知影即张图，米甲伫倒位无？看伤远看袂出来，米甲伫倒位？你喺遮看，哈，有看到无？伫遮，你喺遮，这个是米甲，伊喺遮看，伊看到大卫遮尔欢喜，敲找上帝，迎接上帝，伊心内反应是啥物？竟然是看轻伊呢。大卫倒转去，甲伊的厝祝福的时阵，即个米甲过来啊，伊佫出来甲大卫讲：哇，以色列王今仔日足有眼光的啊！今仔日伫咧众人的面头前，伫咧明神的女婢目睭前，亲像一个无见效裸体一样。裸体就是可能是安怎讲？就是因的衫，毋是像咱安尼纽啊咧，遮尔会使穿安尼很严密吼，扣着，可能安尼交领尔。所以动作足大的时阵，佫安怎？足侪肉佫现出来安尼。即个米甲又感觉足见笑，你是一个王呢，哪会使做即样代志？但是大卫安怎甲伊讲？即个米甲讲话口说，大卫无受伤，大卫反倒转来安怎讲呢？我伫咧耶和华的面前呢，耶和华已经我赢过你的老爸甲你的全家。本来是扫罗做王，对毋对？即马上帝拣选大卫，设立大卫做以色列的君王，所以即个君王爱伫。即个王嘛是耶和华拣的呢，所以爱伫咧耶和华这位上帝面前尽力来跳舞。大卫讲：我阁要做比这个较粗俗的代志，互你看。我要家己看做逼真。你所讲的遐个女婢，因反倒转来要尊重我。弟兄姊妹，你有听到无？大卫讲，伊知影伫咧耶和华面前，爱安怎全心尽力来敬拜，来学乐。人看做看轻逼真的代志，迄是人看的。但是伫咧咱的上帝面前是啥物？甲你拍婆啊，讲好，这是真正。全心真正听我。大卫讲，伊看家己做逼真，伊要一心尊主为大，伫耶和华的面前全心来跳舞敬拜。这安尼倒转来，反倒转来受到尊重。咱看即个一直甲大卫口说的即个米甲，伊到尾怎样？第23节，扫罗的查某囝米甲到死的日，无生囝儿。怎样？伊失去了生甲饲
甲勇的即个能力，敢若亲像失去活命，失去新的性命。为什么安尼呢？咱讲，因为伊无看重，伊无看重，伊无渴慕，伊无想要来祈求上帝欢喜。无我靠主，无渴慕主听的人，就会失去这国活的大能力，性命就会孤单。兄弟姊妹，所以伫春天的雨的时，恁爱对耶和华来求，你毋通无当做一件，无当做一回事。上帝伊的事拢是好事，你就是逐时咱拄仔讲，当你就是祈求上好的时阵，你爱定定来到耶和华的面前，向伊来求。才有讲耶和华伊要甲因落济济顶的雨，互逐人的田园有菜色。你爱有渴慕的心、追求的心，才会得到这个雨，得到这个复兴，得到这个生命的活命，搁复兴起来，成长。若无渴慕、无祈求，对上帝无毋望，会怎样呢？无去找找上帝。你看米迦的情况，你就知影。首先，伊是安怎？伊是徛伫边仔看尔，咱讲的观望。伊个是看，然后呢，伊就开始看轻视，上尾伊个失去，无去，失去了喜乐，失去了国活，失去了毋望的性命。兄弟姊妹，属灵的冷淡就是安尼开始的。你家己毋动，嘛看无介意别人叮当。你家己无想要撑骹撑手，无想要热情来敬拜上帝。你看别人伫遐敬拜，别人伫遐欢喜，伫遐服侍，你搁伫遐边批评，这是伫遐批评圣神伫人身躯顶面的工课。对观望，伫遐看一个尔开始，你就互家己陷落一个陷阱内面，一个宗教的，是咧意识式的内面。大家伫咧听道，大家伫咧分享，大家伫咧受信心的感动，伫咧做工的时阵，有人伫咧边仔看，置身事外。吼，你无爱参与的时阵，你伫咧看的时阵，你知影收得的工课个入来，伊个点点啊入来，然后甲你安尼淘汰。你知影？伊是安怎淘汰？第一个，伊互你的灵冷淡落来，冷淡你的灵，你的灵会愈来愈无感觉，对逐项代志拢无感受，拢无感动。然后呢，伊慢慢啊搅了你的魂。啥物叫搅了你的魂？像一种啊，落雨啊，我今仔爱来去参加聚会无？啊，即个道敢好听啊？我敢有需要？啊，伊讲会对无？我来查一下手机啊。本来是要参看咩资料吼，结果滑，滑去 FB， 滑起来，滑到毋知走对倒位去。这是搅了你的魂，互你无专心，互你当时人伫咧这内面，可是你的心无入去了主内面。刷落来，伊个压制你的体，互你每一摆想要叮当的时阵，你个叮当袂，佫无想要叮当，因为根本佫动袂牢，伊甲你压着。无想要来唱歌学乐，无想要来跳舞来学乐，无想要来甲参与咱教会甲主同工。兄弟姊妹，你了解我的意思哦？所有有关主耶稣基督的代志，甲信仰、甲属灵生长有关系的代志，你拢安尼神无精神，亲像无想要读圣经啊，无想要祈祷啊，无想要参加聚会啊，无想要参加主日，无想要服侍安尼吼。最后，咱拄仔讲，伊搁去看轻圣神的工课，就是伫咧主内面历经服侍的，历经接受着圣神的恩膏，生命改变的，对福音有热情的人，
伊拢用一个轻视的眼光去看伊，去批评伊。安尼想起来，这是毋是无爱主啊？所以这真正是一个咒惨，佮亲像米甲失去了生甲养的能力，生养的能力。兄弟姊妹，也无生养，佮无啥物。你无生无养会安怎？没有生养会怎么样？你佮无后一代人啊嘛？你讲真正有遮尔恐怖吗？我若是咧边仔看一个尔，我观望一个尔。吼，伫传道信主服侍的遮尔多年中间吼，我的经验内面，我看过足多人的心，就是渐渐冷淡去。你毋知影为什么？伊阁是安尼，渐渐冷淡。今仔日可能是，我今仔日无想要读圣经尔。后一摆可能就是讲，我无来团契。慢慢讲，我无想要参加教会，我无想要来参加活动。你知影这愈退愈后面，阁离上帝愈来愈远。这个是咱讲的，当你开始徛伫咧看尔，慢慢收得的工课入来，偷摕。第10章伫咧箴言内面有讲，智慧的囝互老爸欢喜，有望的囝互老母忧闷。智慧的囝总是以智慧为事。什么是智慧的囝？亲像大卫共款啊，伊的生命内面虽然有毋对有犯错，但是伊总是阁回过头来对准上帝。咱拄有讲哦。对准上帝的时间，对准上帝的心意，所以上帝讲伊是一个合上帝心意的人。讲大卫是一个合上帝心意的人，可是因为伊有一个渴望，佮要追求上帝，所以伊的一举一动拢是以耶和华上帝为主，按照着上帝欢喜，上帝欢喜的，伊就奉主的名来行，这就是智慧之主。伊以智慧为事，智慧的代志，就是啥物呢？就是上帝欢喜的代志。所以，伊知影以上帝欢喜为乐。兄弟姊妹，咱毋通只是伫咧看尔，互家己的心渐渐冷淡落来。即马现主时就是上好的时阵，因为有关上帝国的代志，有关上帝国的代志，有关你个人的代志，上帝早已经有定义，上帝早已经有备办，上帝嘛早已经有供应。所以现主时即马就是祈求较慕上帝上好的时阵，咱爱亲像经文所讲的，来祈求即个雨水，灌咱，复兴咱，好叫咱会当蒙恩得救。咱的一举一动，拢奉主的名，成做一个智慧之主。阿门。咱三角来祈祷。亲爱的天父，感谢你亲自来做阮的牧者，来养饲阮，互阮会当学习怎样来跟对你，甲你来配合，也来经历到你奇妙的作为，你赐下的各样的祝福福气。求你搁一摆来帮助阮。看家己卑微，尊主为大，成做一个智慧的囝，一举一动拢奉你的名来行。感谢主，安尼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全灵的天父，听阮祈祷，来赐福你明净的情。回应上帝话，咱三个来凭信心学乐上帝，是信心，500
首，有信心250首，有主耶稣万福同源，且会众起立。车坐。奉献，请就是准备奉献。请会众起立。三甲阿头来感谢，亲爱天父上帝，阮满心感谢你，拣选阮每一个人，诚做你所疼的囝儿，也诚做阮性命的救主。你过去的日子，你拢甲阮同在，无论啥物境遇，你互阮心内有你同在的平安。阮知你是万福的本源，阮迫切伫你的面前，一摆搁一摆恳求你甲阮同在，因为有你甲阮同在同行，阮心内就会满足的平安。阮安尼感谢，但阮献上淡薄的金钱，要做教会圣工的路用，由你来管理这金钱，来运用这金钱。阮安尼感谢，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免。家贼。那三个来评估进去。
请我来互因，伊也互我认错，互我伊的名行来行去。这是耶和华讲的。撒迦利亚书6章23，过一摆，我无互因耶和华认错，互我伊的名行来行去。这是耶和华讲的。撒迦利亚书1章。接下来是寿星，本周的寿星。好，本周的寿星是5月1号的柯一珠姐妹，跟5月6号的蔡青弟兄。祝你生日快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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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生日快乐，日日蒙恩得福。好，接下来是报告。那报告呢，我就用中文来说哈。好，第一项是礼拜后呢有第2堂的华语礼拜。那请服侍的同工留下来服侍。那接下来礼拜后呢，还有妇女团契在4楼教育馆有机会。那内容呢是练诗，那我们的主理是瑞祥长老，欢迎姐妹踊跃参加。也在下午的1点，在6楼召开定期长执会。那请长执还有团契会长来参加。要有订便当的同工，在12点10分在4楼领取。那第2项是5月4号的礼拜3，上午10点在陈水切长老府上，不是在地点在教会哈，就是礼拜3的10点，就是青眼光查经班是在地点在教会。好，那第3，本会定于5月8号的，就是下主日举行庆祝母亲节感恩礼拜。那在当中呢，我们的教会赠送每位伟大的母亲，准备了精美的礼物。那感谢母亲1年来的辛劳。那当日呢，只有1堂的礼拜。第4项，2022年儿童双语夏令营，铁道英雄。那活动日期呢是7月11到15日，礼拜1到礼拜5。9点到4点，那欢迎就是国小学生参加。那报名呢是用 QR code， 然后填写资料，记得要准备完成报名。好，第5项就是本会的赖月儿执事的父亲赖阿波老先生已在4月18号寿终正寝，享年是90岁。定于5月7号的礼拜6上午8点20分在石门自载公祭，请为遗族来代祷。第6项，总会青年事工委员会定于6月2号到4号的礼拜4到礼拜6，那在南投的谢伟纪念营举办青少年辅导灵修。那欢迎18到4岁的青年来网络报名。第7项，那就自己看哈。那第8，圣经的填充题呢？圣经的填充题是撒迦利亚书第9到14章。那5月份来背彼得前书第4章1到6节。好，那非常感谢上帝能够用不太会讲的台语来服侍上帝其实我是在家里面最不会讲台语的我先生比较会讲那我就请那个李牧师说因为我想了很久，
去年我是有做服事要讲台语，但是心里真的很挣扎，因为我真的不知道从哪里要开始学起。那今年我不能再拖了，所以我要硬着我的头皮来服事，用台语来做服事。那感谢上帝用这样的方式，让我跟上帝又有一个亲密的关系，感谢上帝。所以我昨天我不太会讲台语，我又请那个我儿子的朋友我听姐妹说，有一些词像那个地上，我为了那个地上，我一直在想要怎么讲，因为有一些词真的是我不太会讲，但是听还 OK 啦。我听台语还 OK， 还 OK， 那谢谢大家，那希望能够大家再来指教我在台语的方面，好，谢谢。那现在呢，我们请庄牧师代祷。香梅执事是母语的老师所以咧学家己的语言咧教囡仔时，伊家己即摆咧学习我感觉真好该讲的台语已经讲差不多拢对啦会当完上会当祝福伊。咱即时起立，为着咱所报告、咱所关心以及咱本身的需要，咱来献上咱的祈祷。特别这段疫情，求上帝特别施恩伫咱台湾这个岛屿每一个百姓顶面。主阮的上帝，阮即三个主旨，主阮在你听阮也敬选阮，阮伫遮三个敬拜，对你话三个实。我领受你大大的恩典，伫阮的生命中，伫阮的家庭内。特别阮对这段疫情一直咧高升的时，主可能特别看顾阮众百姓，特别阮兄弟姊妹的需要。可你施恩怜悯伫阮每一位的身上，顾惜阮台湾这个岛屿。众百姓的身躯健康，甲一切，特别身躯病痛的，主，看你胜利的成就医治帮赞，伫耶稣基督的名来领受你大大的恩典。出国出外的兄弟姊妹也看顾伫因出去来往得到平安，领受上帝你大大的恩赐。阮教会伫遮的需要，主，看也特别有阮的需要，阮所摆的一切，特别敬拜中心。要怎样会当符合伫阮兄弟姊妹每一人的需要，伫遐来敬拜，伫遐来造就，伫遐来训练，来领受上帝我大的恩典。主，阮将阮所意爱这件事完全恭敬交托伫你的手，看你特别为着阮来陪伴。阮兄弟姊妹中间的需要，无论阮的家庭，还是阮的亲人中间工作，还是因所拄着任何的事项。特别，阮知伫兄弟姊妹中间有真侪恶伫担当的事，主，看你成立的圣手伫遮帮赞，互真理真正会当显明，互上帝你的听会当来充满。阮的兄弟姊妹心中的苦情，你求讨的时会当得到疏通，会当得到你的应允，特别得到你的祝福。主，看你特别甲阮三个伫地。在这段俄罗斯甲乌克兰的战争。多正侪百姓的死亡，以及军人的死亡，主，看你也从你的成就来扶持，和俄罗斯真正会当来退出乌克兰这个岛屿，伫和平会当临到伫这地区，主，看你会当看顾伫乌克兰这个国家的需要，看你的神也充满伫这个所在，这个正百姓。阮兄弟姊妹对你求讨的，以阮本身的需要，会拢摆咧伫你面前。主，看你伫祈祷中听阮的祈祷，应允帮赞伫你的旨意中，所要实践伫阮所需要的一切。主，阮将阮本身与阮兄弟姊妹的求讨，完全恭敬拜列祈祷，是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9年在新信息398首，998首，
杜信息520首。请庄牧师祝祷。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三享受圣神的帮助，对这粒甲咱正的姊妹三个地地到永世代无尽。阿门。上帝祝福你，大家平安。